民国108年1月24号早上6点半发现这个事情。那你怎么会发现？因为我没有买手机给我女儿，然后呢，我去叫我女儿起床的时候，她的床上有一只手机，那我就把那手机拿起来看。那我女儿呢也解锁让我看，那我看了那个里面LINE的对话记录，我赫然发现，这里面呢就是我平常熟悉的一位老师，跟他做很龌龊、很下流的对话。那你当下的反应？我当下反应是非常不能接受，因为这个老师他在国内的科展，非常的出名，赫赫有名，他对学生都非常的热心付出，在我们西北地区，他教育界他也主任校长都很熟，大家都很敬重他。我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情，但是我看了里面LINE的从清晨4点的对话，我看了之后真的，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名字，所以我100%确定是他。那到了1月24号的早上10点多，我理清了知道整个事情，那我就打电话给这位老师，我想知道说，怎么你会对我女儿做这种事情？那他平常都是很快接电话的人，结果他电话都没接。到了12点多的时候，我叫我女儿去登录她的 FB， 因为我要看我女儿的 FB。结果呢，这位老师呢，他主动去敲我女儿的 FB， 然后呢，我女儿就说，我女儿是说，我要读书了，我不，你不要再跟我联络。那这个老师还一直在上面一直要跟我女儿联络，甚至他还说我打电话给你，那这位老师都没有回我任何的消息，一直到现在吗？对。这个孩子有说这样子的问题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国3开始。然后你说的这位老师他还办信卡，办给我女儿，最主要的用意是要跟她联络。但是什么时候去找学校校长？那我是在108年的2月1号，下午大概3点多，我去找校长，我跟我太太去找校长。那现场除了校长还有谁在？好像还有一位主任呢。是教务主任还是学务主任？是女的，我不太确定她是哪一个主任。那一天你去找校长，你有把这些相关的状况有跟校长报告？有，而且我为了证明说我讲的是真的，我还把整个对话，我女儿跟这个老师的对话，我在2月1号我就呈现给校长看。我希望看完之后，他的说法是什么？他的回应是什么？他跟你说什么？大概是说他知道这件事情了啦，真的知道，然后他会处理，叫我们安心。然后他那一天都没有做什么通报的一些动作。我也不知道他需不需要通报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但是我只是说，不希望其他小孩也遭受这种待遇，所以我们是跟校长知会，跟他讲说有学校这个老师，希望学校要注意。所以2月1号你去找校长，他已经当天就知道这些状况了。知道。都有发通知，因为他们有得到通报要调查。那有发通知，发了3次通知给你，为什么你都没有到场？从头到尾，从2月份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得到学校任何的答复，也没有通知说我要去就要到场，确实没有。所以你也不知道说他们已经有启动调查这件事情。我知道他们有启动调查，因为他们说因为他们的学务主任有跟我讲说，已经有要召开性评委员会。所以2月1号你去找校长之后，
经过多久，校长找你，还是你联络他？2月18号那一天中午，那校长打电话给我，就说要我去校长室找他。那我去校长室找他，他就说这个教育局有联络他，就说为什么没有通报？他希望我能够配合他，说是今天才正式通报，就是2月18号当天。对，其实他2月1号就知道了。知道，就是因为他知道，所以他寒假辅导才不敢，才把这位老师呢，把他解聘，没有聘任他。所以如果说我2月1号没有去跟他讲，那我相信寒假辅导这一位老师绝对还是在这间学校，就是因为我有跟他讲，他知道这个老师品性上有一点问题，所以才把这个老师呢解聘。所以针对不同意调查这个声明切结书，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我要保护我的女儿，那么这时候旁边就是学务主任跟校长，他们叫我去签，那叫我说就去签不同意调查，那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还有受到任何的干扰，所以呢，我当下我有签这样子，不过我有提供整个对话的记录，也有影印出来，这个学务主任他们都知道。所以当时学校要您签这一份不同意调查的这个声明，他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？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要签这一份？没有说明，他没有，